持续推动民众活读华严经的圆道禅院，因为纪录片对着华严经去旅行，互大家看到因努力的成果之一。为了互更较侪社会大众会使接触佛法，圆道禅院的主持建辉法师也推出了一本新册《亘古一念华严心要》，适合伫台南举办新册发表会。会中也由着传承大和尚开始学习华严经的重点，同时也邀请4位无同行业的代表与会分享因对华严经当中得到的启发。会后，建辉法师也甲民众翕相，并为因的新册签名，希望参与的民众会使透过这本新册，更加了解到华严经的内涵。那这一本书就是结集了这个《华严经》的整个开示的内容，做一个简单的梳理，目的是希望让大家用很简单的方式来了解这一部大方广佛华严经，所以叫做亘古一念华严心要。这个要就像是一把钥匙一样，可以很简单的、容易了解这部经，所以是秒懂佛经系列。为了让社会大众更加亲近佛法，圆道禅院也推出了线顶的共学平台，除了有法师伫线顶直播以外，也会将对学生的状况安排进度，透过多元的管道，希望让更加侪人了解到华严经的好。我们设立了一个云端学习的学制，让大家进入了这个学习的系统，可以有次第的学习，分成2个部分，一个部分是解门，一个部分是行门。解门就是每天用15分钟的时间听一段佛经，写作业。交作业之后呢，累积你的学历，到最后你会完成大乘经典的学习。行门的部分就是参加我们每天的1个半小时的共修，那慢慢的累积了一个学习的认证，所以我们把它变成制度化，让一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老师在带领，有同学在互相帮助，所以变成一个学习的团队。那这个云端注册不用注册费，只要我们有手机可以上网就可以做这个学习，可以做注册。那学历呢，它会随着个人的特质、个人的时间的需求，我们会特别来为每一个人建立他的学习历程。所以这是比较适应现代的人在忙碌的生活之余，他可以找一点时间学习佛法，而且能够次第渐进。接下来，圆道禅院也将要到台中、新竹、桃园、嘉义等所在举办新册发表会。如果想要了解佛法、熟悉华严经的民众，嘛千万错过这难得的机会。台湾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。